台北高雄有6万的新住民哦，市政府嘛办真侪课程，要来培养出一寡新住民的头家。有做清洁服务的公司，嘛有做加工的，嘛有人开饮料店哦，拢有袂歹的成绩。咱做伙来了解。 公用领域也是私人空间，拢有提供清洁服务。成立5档的新住民清洁服务劳动合作社，工作人员拢是新住民，透过专职兼职的工时，互因会当经济自立，买当兼顾家庭。 从他们是没有收入，或是收入很低，到现在他们也可以稳定他们自己的生活。当然的话，现在的话，就你比较时间比较弹性的。公分0.5公分，大家就直直的车过去就可以了，然后手小心。 除了清洁服务，再生部风铃的课程嘛，培训了学员技巧，真侪人做出兴趣，研发出各种的产品，嘛接到企业领导的订单。 我既有学习，然后又有一些可以接案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我会觉得我学到的东西是有用的。它其实在兼顾着，收入来源少，可是又要照顾孩子这样子两头烧的角色上是非常焦虑跟焦急的。成绩高雄新住民会馆的民间团体发现，真侪新住民希望经济独立，所以嘛受限到真侪厝内需要照顾。辅导姊妹来成立的合作社，互因会当运用家己的时间，嘛有学员伫辅导成功了后会当开店。社会局表示，市府重视着因的经济培力，已经有37名新住民小组的头家，市府嘛跨局处提供着相关的服务，以多元就业的面向来辅导，有兴趣拢会当来问。记者王柳婷、柯正准各报道。